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Simon Lee Street Workout。今集同大家介紹嘅係 back lever 啦，背水平啦，亦都稱後水平嘅。咁咧同大家介紹下先啦，我係 Street Workout Bar Kids 嘅成員 Simon Lee 咁樣。講起後水平教學啦，咁其實後水平係屬於一個比較冇乜力量性嘅動作嚟嘅，基本上好多玩嘅人健身朋友咧，久而久之都唔使特登咁學㗎啦，其實都會學識㗎啦。如果要學嘅話，其實咧喺我嘅學生之中啦，大概如果學前水平要6個月嘅話，咁後水平應該2個月、1個月都學識㗎啦。咁所以今集我可能會用短少少嘅時間同大家介紹下點樣練後水平呢個街頭鏡健身招式啦。咁首先啦，我講下就係街頭鏡健身back lever 嘅一種基本嘅體能要求啦。基本嘅體能要求就係好簡單嘅，第一樣嘢啦，你要識得吊住自己力度啦。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唔係話吊住自己都要練，但我想同大家講，真係有啲人咧連吊住自己啲力都冇嘅咁樣。所以咧，你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吊住自己先。咁樣吊住自己係點樣吊咧？咁咧，我哋一個 back row 啦，back row，咁吊住自己啦。如果你連呢一樣吊住自己嘅力咧都可能冇嘅話，咁可能你就要練一練啦，俾啲心機啦。咁樣咧，咁你吊住自己呢個咁嘅時間啦，大概20秒都已經好足夠啦咁樣。咁第二個啦。吊住只一個係一種hold 住嘅能力啫，咁同你個拉力咧可能仲有少少差距嘅，咁你就要試下，當你吊到自己之後，可唔可以拉自己啦？咁其實大概拉翻10下度都差唔多，5下至10下度啦，其實已經足夠前水平力量㗎啦。咁呢度好簡單同大家示範點樣拉啦，一樣啦。一個 back row 先，係啦，跟住拉一拉。如果你可以拉到自己5下以上啦，其實已經冇乜大問題㗎啦。喺後水平 hold 住自己呢個範疇。咁而家開始，可能我哋去第一步啦。第一步嘅話，我哋要學咩咧？第一步就要學 back row 啦。back row，揸住支槓啦。咁而家大家可能要俾少少想像力嘅，咁當呢支係個橫槓啦，好冇？咁我哋捉住佢啦，捉住支橫槓啦，跟住抬 hip 位抬高，個頭向後，係啊，個頭向後向下邊嘅，咁樣煲翻埋嚟，咁咧先將呢一招練成先，得唔得？先將呢一招練成先，記得我個身咧係團住嘅，團住啦。咁如果咁樣咧，你可以 hold 到20秒度啦，其實都冇乜大問題㗎啦。20秒嘅成績，咁 OK 之後啦，咁你就試下單腳嘅團身咯喎。咁就喺頭先團身嘅基礎之下，伸隻腳出去，咁再示範下啦。好，準備姿勢，然後咧 back row 團身。跟住伸一隻腳，咁而家我又有少少彎曲㗎，咁咧你可以挺胸望前邊，咁可能直咗啦，咁啊代表得啦。咁呢個姿勢咧，其實你 hold 10秒啦，其實已經冇乜大問題㗎啦。其實咧hold 到5秒咁都 OK 嘅，因為你慢慢練咧，隨住你基本功嘅進步咧，你 hold 嘅時間咧 suppose 會越嚟越長嘅。咁啦。當你 hold 到單腳團身之後，要做啲咩咧？咁當然就係雙腳團身啦，係咪？咁可能有啲人話分腿得唔得啊？其實你可以試下分腿嘅，但係我呢個教學會直接建議大家雙腳團身咯。咁試一試先啦。準備姿勢 ，back row，單腳，雙腳。hold 住自己，雙手夾實，望前邊，保持呼吸，
就是這樣了。咁樣咧，你就可以練成 back lift 噶啦。咁當然啦 ，back lift 都仲有其他嘅輔助訓練嘅。咁呢啲輔助訓練都建基於喺你 back row 之後嘅。因為如果你唔係 back row 之後嘅輔助訓練咧，其實就同 front lift 嘅感覺爭好遠㗎。咁例如係咩咧？第一樣可能同大家介紹嘅就係 back row 嘅折腹啦。咁試下先嚇。back row 折腹 ，back row 1、2、3、4、5、6、7、8、9、10，大概係咁啦。其實折到20、30下都差唔多㗎啦。咁咧熟咗之後咧，可能試下 back row 嘅踩單車啦，踩單車。試下喎 ，back row 踩單車，1、2、3、4、5，就係咁樣踩啦。咁我哋都用個時間作為標準嘅，大概10零20秒都冇問題㗎啦。咁證明你嘅 holding 啊，同埋控制自己身體都差唔多啦。咁你就可以又翻頭先同你講嗰啲訓練步驟啦。每一次訓練步驟，如果你遇到樽頸位嘅話，咁我哋就試下呢啲咁嘅練習。咁我相信啦，你哋會好快練成 back lift，因為實際上真係唔需要講求好多力度嘅。咁祝大家喺學習 back lift 路上一路順風，多謝晒。如果你中意呢個影片嘅話，就順手 key 入我哋嘅 Facebook 啦 ，Street Workout Bar Kids， 同埋我個人嘅 Facebook 啦 ，Simon Street Workout。多謝晒各位，多謝晒。好啦，仲有一樣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如果你練 back lift 嗰陣時咧，你身邊有朋友更加好嘅。因為點解咧？因為 back lift 咧，你好難知道自己咧夠唔夠直㗎，夠唔夠水平㗎。咁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咧提你咧，咁啊 perfect 啦。咁我呢個就示範下啦，你可以有第3種嘅輔助訓練嘅。第3種輔助訓練係點樣咧？就你首先做一個團身，但係直身嘅團身喎。但係咧個腳就向上斜嘅，係啦，咁樣跟住咧，你個朋友就要提你落啦，低啲，唔夠直，得未 ？OK 啦，係啦，就係咁樣，慢慢落，慢慢落，你朋友提你，然之後咧夠唔夠直啊？定彎少少，朋友提你。可以嘅話，你朋友可以幫你埋身，調整下姿勢。咁當然我而家呢位朋友揸緊相機，唔方便幫我調整姿勢啦。但係如果大家練習嗰陣時，咁就記得叫你朋友多多幫手啦。咁今集就係真係講到咁多㗎啦。咁希望大家俾心機啦，多謝晒。